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。咱做囝儿逝世，拢真烦恼。爸母时代咧煮物件，雅士炉袂记哩切掉。南投有一座蔬菜温室起火烧，就是主人家在煮有机肥料袂记哩关火，结果因饲的4只狗总消失伫个火窟。消防队建议会当家己做手环，面顶写煮物件、关火等等的关键字来提醒。 或者是拍开抽油烟机，用声音来提醒；或者是伫灶骹倒警报器，这拢是避免火烧厝的好方法。田中的温室导火，火有够猛，相对赶到位的时，铁厝甲部分的温室已经拢导火啊。消防人员为火场内面拖出一支雅士桶，拢烧到乌去啊。 伊所饲的4只狗被烧死，地主艰苦阁无奈，损失差不多是30万块。导火原因，伊讲应该是煮有机肥料袂记禁火。人家一离开厨房，那火就是要把它熄灭，避免说真的就是有事情临时接到通电话就又出去。这类的火灾在消防的报案里面是蛮常见的一个灾害类型。 消防局提醒讲，开火煮物件，人爱伫现场，建议讲会使到侦测大小时会自动禁火，也是发出警报声的雅士炉。若无就是做一个手环，顶面写讲有咧煮物件，也是有开火提醒家己。过来就是会使拍开抽油烟机，用声来做提醒。伫灶骹嘛会使倒电蚊型自体用的警报器。上较要紧的是，一定要会记真，人若离开现场，火要禁起来，才有法度避免火烧厝。